台南的前经发局长陈凯玲介入供电案备案，检调即马追查了后，有发现讲有一间正出名的供电公司伫台南的七股设供电厂，土地取得的方式有可能是违法的。检调嘛去敲这间公司，而且甲相关的人士叫去问话。啊，那这间公司捌做过行政院顾问设股的负责人，尾也是检方以400万告报。条顶面采一片一片的太阳能光电棒，某一有名的光电业者合资200亿，伫台南的七股设置5个光电案场，开发面积将近300公顷。去年所以才动土，政却是表出用地处置敢若技术看似不法，严禁为此30点开大动作的所在。对于某光电公司等相关46处所执行搜索，并传讯该公司股性负责人及相关涉案人及证人到案厘清案情。把最过行政院顾问的4个负责人问询了后，以400万交保，相关业务5名员工分别以15万甲20万块交保。根据了解，4月中已经向检方起诉前台南经发局长陈凯玲利用这款介入光电开发案提前案件，检方发现涉案业者敢若技术不法处理用地。吴胜辉，为什么在台南这么顺利，可以这么的这个案场这么的大场，就是因为蔡英文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蔡英文小英之友会的会长。国民党民意代表讲，业者甲蔡政府关系密切。民进党议会党团是表示尊重司法，警告民意代表讲，有部分不肖业者以威逼引诱手段来政电。我先做了，那接下来就协调了。无经过地主的同意，就先甲开工了。开工啊，路就甲恶了啊。阮啊，关门啊，就甲拍掉。台南光电的备案愈查愈大条，民意代表认为检调应该赶紧调查，要偌侪光电的用地是不法的处置，也是非法安排问题还原真相。政府也应该检讨正电的说法，阻止相关的弊端。记者综合报道。